對於嚟講置業嘅內地買家而言咧，尋找一個兼具私隱啦、空間咧同生活品質嘅家居環境咧，絕非係易事。而呢個位於將軍澳市中心 Capit 嘅獨立屋，正正滿足你對高端生活所有嘅想像。實用面積達1987平方尺，設有4房3套咧，同埋平台花園嘅，每個空間都經過精心設計，寬敞舒適，適合3代同堂或係追求生活質感嘅家庭。樓齡約8.7年咧，屋況新淨，設計現代，讓你即買即住，無需額外裝修嘅煩惱。單位景觀開揚，樂意盈然，讓你喺繁華嘅都市中都能享受寧靜與自然。單位咧全屋落地玻璃，採光極佳，冬暖夏涼，真正做到光猛得嚟又唔焗，真係好少見㗎。呢個天台咧屬於私人嘅戶外空間咧，面積寬敞，適合擺放戶外家私，打造休閒花園或者係燒烤區嘅。呢度咧仲有咧按摩浴池，旁邊咧放置茶几咧或者係躺椅咧，方便浸浴、休息同埋享用飲品。夜間咧配合間接嘅燈光咧或者係串燈咧，令天台成為放鬆身心嘅焦點區域。以獨立屋而言咧，呢度咧極具吸引力嘅，無論自住咧或者長線投資咧，都係屬明智之選。對於希望喺香港建立穩定生活根基嘅內地家庭咧，呢度係一個難得嘅機會。若果你正尋找一個能夠真正代表身份與品味嘅家咧，呢度將會係你理想之選。歡迎預約參觀，親身感受 Capit 嘅尊貴魅力。